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即摆是农历的6月，俗语讲4月望金河，5月无大土，6月是火烧波，阁真正有影。即几天台湾岛小风风，袂输是咧航旱季共款。今仔日台北、新北、宜兰甲花莲，拢来出现着38度极端的高温，其他地区嘛普遍伫咧37度左右。啊，明仔载阁来到24节气的大暑，讲会阁较热。气象局特别讲到台北市、新北市，讲这个大台北是盆地的地形较歹来散热，所以大台北地区这个周末体感的温度恐惊会飙破到40度。乡亲若要出门，都要防日头晒，爱加啉一寡茶水，安尼才袂掉沙来造成热伤害。踮伫室内吹冷气真舒适，全台高温翕热，伫室外行无几步道，规身躯寒。红色到紫色的范围都是容易高温出现的地方，包含哪里？包含是大台北地区、宜兰地区，甚至花莲、纵谷这些地方。其他地区比较偏内陆一点点的地方，接近河谷的地方，温度都还是容易高。太平洋高压继续大条咧，全台湾22号变做小旱季，尤其双北市、宜兰、花莲是红色灯号。气象局估算可能出现连续3天38度以上的高温，中部南部嘛是红色灯号，全台普遍拢伫36度以上。温度相对来说真的很高，甚至它连大台北就台北市这个地方，38度连续的天数都来到了4天。伫要到大暑，气象局提醒，22到24号双北市体感温度可能有40度以上，尤其综合温度热指数22号各区的预警灯号，双北市大部分拢是危险等级。卫福部资料统计显示，21号热伤害就医人数有38个人，今年统计到昨已经有444个人，和去年7月总共423个人相比，热伤害人数增加真济。连过道都无落雷阵雨，高温的天气爱直到后礼拜2 26号了后，来观察加大发展过道较有可能会落雷阵雨。不过后礼拜天气又真烧热，民众出外要写会记得做好防晒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